一個人，即使你冇見過你爸爸都好，你身上嘅缺點有70%都係完美遺傳於你嘅父親，哪怕你没有见过你的父亲，你身上的缺点也是有7成遗传了他。合埋雙眼啫。合上双眼，跟住我講啊，跟着我說：爸爸我和你一樣，“爸爸，我和你一樣。爸爸我身上面大部分嘅缺點都係從你學習翻嚟嘅。爸爸，我身上大部分的缺點都是從你那裡學習過來的。爸爸我好努力學習你點樣去失敗。爸爸，我很努力學習你如何去失敗。爸爸我好努力去學習你點樣匱乏。爸爸，我很努力去學習你是如何的匱乏。爸爸我做到啦。爸爸，我做到了。爸爸你係咪好驕傲啊？爸爸，你是不是很驕傲？我係有資格成為你嘅孩子啦。我有資格成為你的孩子了。我已經可以成功成為你啦。我可以成功的成為你了，你都唔需要擔心你會消失喺呢個世上。也不需要擔心你會消失在這個世界上。深深吸一口氣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嚟，慢慢呼出來，然後跟我講，然後跟我說：我已經做咗你要我做噶啦，“我已經做了你要我做的，我已經履行我嘅諾言，我已經履行了我的諾言，我可以自由啦，我可以自由了，我可以自由啦。我可以自由了。”我哋大部分失敗嘅模式都係從父親嗰度而嚟，我們大部分失敗的模式都是從父親那裡來的，但係唔代表你父親同你係一個失敗嘅人啊。但這不代表你父親和你是一個失敗的人，不過係我哋將呢一方面好完美演繹出嚟，只不過是我們將這方面很完美的演繹出來。所以我哋點解咁難活出自己？所以為什麼我們如此難活出自己？剛剛呢個練習就係話俾我哋嘅潛意識聽，剛才這個練習就是告訴我們的潛意識，你嘅父親喺潛意識要求你成為佢嘅承繼者，而你已經做到啦。你的父親在潛意識裡要求你成為他的繼承者，而你已經做到了，所以你可以贖身啦。所以你可以贖身了。